1953年9月12日，当时美国参议员约翰甘乃迪甲贾桂林伫罗德岛结婚，因的结合被描写做年度名人婚姻。贾桂林伫婚前做过平面摄影记者，因为伫华盛顿采访，拄着政坛人物甘乃迪。果然婚后几冬，甘乃迪就选择美国总统，贾桂林嘛成做美国史上上会当组织美国顶的第一夫人。1989年，波兰团结工人伫大选得到胜利了后，正式组成联合政府。伊是东欧国第一个非共党控制工会，结合波兰的天主教徒以及反共团体，引起反共产主义社会运动。团结工人领袖华勒沙嘛伫过当当当选波兰首位民选总统。70岁资深艺人陶大伟在2012年9月12日因为肺癌离开世间，互粉丝是真唔甘。陶大伟在演艺界半世纪，影视歌三册，演过24部电影，出过7张唱片。然后观众的印象就是满面笑容，永远充满活力、欢乐的笑声。